件超适合带大宝一起入住的厚爱永和馆。一进门是宽敞的洗手台区，浴室大又明亮，而且设备超齐全，还有暖气带大宝洗澡，不用担心会感冒哦。贴心的隐私拉门设计，不用怕被打扰。这次入住的是大 VIP 亲子房，18平的大空间，大宝在房内跑来跑去，一点也不会受到拘束哦。客厅沙发区方便全家一起用餐，房间的对外窗采光非常明亮，和大宝一起久住也不会觉得压迫哦。大宝房有专属的溜滑梯和各种玩具，大宝在房间内就可以玩得很开心。但妈妈私心最爱的是这个电动全身按摩椅，连老公都超级爱。贴心设计，还有这个电动隐私拉帘，爸爸办公吃宵夜，妈妈半夜起床挤奶，都不会影响大宝睡觉哦。友善大宝又体贴爸妈，住到不想回家的月中就是这里啦。